鄧家彪議員。多謝主席，我問嘅咧係其他同事嘅提問 ICAC 002，就係廉政公署對於樓宇維修上面嘅貪污投訴嘅處理。2021年到2025年呢，總共收到嘅投訴咧係987宗，根據呢個回覆。檢控拘捕嘅人數咧係168，即係話987宗嘅投訴裏面呢，係拘捕咗168人，正式起訴呢就係38個，正式定罪5年間係9個。咁睇到啲數字呢，就係市民或者係即係投訴人真係都好肉緊呢樣嘢，量又多啦，亦都係社會好關注。但係最終5年裏面只係定罪9個人，而且呢9個人唔代表9宗案件噶嘛，可能1、2宗案件已經9個人噶嘛。咁呢個係反映到咩情況呢？係反映真係正如行文所講，過度嘅隱蔽唔容易起訴啊？定係原來好多都係市民諗多咗，冇貪污冇受賄嘅情況出現？即係作為議員，我哋好關心呢件事。究竟你專員你嘅睇法係點呢？有啲乜嘢係真係回應到就係投訴咁多，但係定罪真係相對少，係究竟代表咗啲乜嘢？裡面究竟有冇啲執法或者係一啲嘅搜證？其實立法會可以幫到手，透過修改法例幫到你哋。唔該。廉政專員。係主席，多謝議員。其實就我哋咁睇啦，就其實樓宇管理咧係一個民生嘅議題嚟嘅。喺咁多年我上任之後咧，都非常之注重同埋關注呢個問題。咁同埋大家要清楚一樣嘢就係我哋廉署接受投訴嗰個門檻其實係非常之低嘅。我哋唔會整到好高，因為好高嘅話咧，因為好多貪污根本好隱蔽，好多人都未必有證據。但係問題我哋50年前一成立嗰陣時開始已經係一個機制，就係話你有懷疑就可以嚟。咁所以咧就個投訴數字咧可能係好高，但問題當中咧有部分咧可能係一啲誤會或者係一個誤解。咁但係咧我哋無論如何咧，我哋大約譬如話100宗嘅投訴咧，我哋大約有80宗咧，我哋會開檔調查嘅。我哋會開檔調查。頭先正如議員所講咧，其實貪污係一個非常之隱蔽嘅一個工作，一個案件嚟嘅。我哋一定要係用好多時間、好多精力去慢慢去全部掘翻晒出嚟。咁有證據咧，我哋就會起訴。咁所以可能最後咧，頭先我做7除8扣之後咧，可能我哋正式檢控嘅數字咧係會大約係有10至20% 度咧，我哋會檢控嘅。咁但係頭先我哋正式話定罪嘅數字，檢控嘅人數同定罪數字咧，同我哋拘捕人數咧係有個時差嘅。因為譬如好似話我哋喺2023年咁樣拘捕咗64人，同期咧，因為同一時間我哋喺呢一年之內咧，我哋完成調查，攞咗法律意見，即刻就落 charge， 就落30個。但係往後嘅2024年嘅44、2025年嘅50，因為仲係有調查當中，同埋攞緊法律意見，暫時係未落 charge， 同埋係未經過法庭嘅程序。咁所以咧個數字咧係會有滯後嘅。主席，我可唔可以即係問專員，而家有冇修例嘅需要去幫你哋真係對付啲壞人？依家其實咧喺嗰個樓宇管理方面咧，咁大家有聽到就係政府係全面咁睇緊所有嗰啲唔同嘅機制同埋程序。咁依家我哋廉署咧亦都積極參與，俾咗我哋多年嘅一啲意見同埋一啲喺呢個成個程序入邊有啲大約有啲咩漏洞，我哋俾咗意見。我相信咧往後咧係會有修例嘅。